咁多位老友記或者係屋企有長輩嘅朋友，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因為呢件事真係同你個銀包直接掛鈎，甚至可能影響到你嚟緊呢幾個月嘅飲茶錢同生活費。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到財政預算案？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已經正式出爐啦，入面有一份好大嘅禮物送俾大家，就係大家最關心嘅雙糧，即係所謂嘅糧尾。無論你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生果金，定係傷殘津貼，今年2026年通通都有份，人人都有額外多一個月嘅津貼攞。好多老友記見到個標題就已經好興奮，第一時間就問：喂，咁到底幾時派先？我係攞長生津嘅，今次可以攞到幾多錢？如果我而家先至64歲，差幾個月先到65歲，而家申請仲趕唔趕得切攞到呢份雙糧？大家唔好急，今日我就會用最簡單、最貼地嘅方式，幫大家拆解2026年呢個政府派錢計劃嘅所有細節。我會同你計好數，話俾你知每種津貼到底實際落袋有幾多錢，仲有最重要嘅申請時間表。如果你係諗住幫父母申請，或者自己就快符合資格，呢條片絕對係你嘅懶人包。我哋先講下呢個雙糧嘅背景。其實政府每一年喺預算案入面，都會視乎財政狀況決定派唔派呢個額外津貼。2026年嘅經濟環境雖然話係復甦緊，但老友記嘅生活壓力依然唔細，所以政府今年決定繼續大手筆，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嘅人士發放相當於一個月嘅額外津貼。呢度大家要搞清楚一個概念，所謂嘅雙糧，並唔係話你平時領取緊嘅所有補貼都會翻倍，而係指嗰個類別嘅基本津貼額。我哋先嚟睇下最多人攞嘅長者生活津貼，即係大家平時叫開嘅長生津。大家知唔知到咗2026年，長生津嘅金額已經調整過啦？而家2026年長生津嘅每月金額大約係4195蚊港幣。如果你本身係領取緊呢個數，咁喺發放雙糧嘅嗰個月，你除咗原先嗰4195蚊之外，仲會額外收到多一個4195蚊，即係嗰個月你總共會有8390蚊入賬。對於好多老友記嚟講，呢8000幾蚊真係可以幫補好多嘢，買下營養品，去下旅行，或者留嚟派利是俾孫仔孫女都得。跟住我哋講下生果金，正式名稱係高齡津貼。呢個係俾嗰啲已經年滿70歲，但又唔想去過入息同資產審查嘅老友記攞嘅。喺2026年，生果金嘅每月金額大約係1620蚊。同樣道理，雙糧就係額外派多一個月，即係嗰個月你會攞到3240蚊。雖然金額比起長生津少咗一截，但勝在唔使查家宅，只要你夠70歲，係香港居民就攞得。再嚟就係綜援，即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嘅計算方式就比較複雜少少，因為佢係按人頭同家庭狀況嚟計嘅。簡單嚟講，如果你係單身嘅高齡長者，你每個月攞緊嘅標準金額喺2026年大約係4000幾蚊，咁你就係多一個月呢個標準金額。要注意，綜援入面嘅其他補貼，好似租金津貼、水電費補貼嗰啲，係唔會計入雙糧入面㗎，佢只係計嗰個標準金額。所以如果你係一家大細攞綜援，每個人嘅標準金額都會多派一個月。仲有傷殘津貼，普通傷殘津貼喺2026年大約係2070蚊，高額傷殘津貼就係4140蚊左右。如果你係領取呢啲津貼嘅朋友，一樣係喺發放月份攞多一個月嘅基本額。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啦，到底幾時派？根據往年嘅經驗，預算案喺2月尾公布之後，立法會要審議攞撥款。通常呢筆雙糧會喺立法會通過撥款之後嘅1至2個月內發放。以2026年個時間表嚟睇，通常都會係5月到6月左右就會過數。政府會直接將呢筆錢存入你平時攞津貼嗰個銀行戶口。你唔使額外去填表，亦都唔使去社署排隊。總之時間到咗，你去冚機就會見到多咗錢。咁樣問題嚟啦，如果你而家仲未申請，或者你啱啱先夠年齡，
而家申請仲趕唔趕得切攞到2026年呢份雙糧呢？呢個係好多老友記或者仔女問得最多嘅問題。答案係絕對趕得切，但你要快手。一般來講，政府嘅準則係咁嘅，只要喺立法會通過撥款嗰一日，你已經係符合領取津貼資格嘅人士，你就有一份。雖然2026年嘅確切通過日期仲要等官方公佈，但通常都係喺5月左右。如果你而家係3月、4月，你發現自己原來已經夠歲數，或者資產已經跌到符合長生津嘅要求，你而家就要即刻去遞信申請。講到申請，我就要同大家溫故知新一下2026年長生津嘅申請資格，因為呢個係最多人搞錯嘅地方。首先係年齡，你要年滿65歲。好多人以為要70歲先有，其實65歲就可以申請長生津。第二係居住要求，你要喺申請前連續居港至少1年，而且喺嗰1年內嚟講唔可以超過56日。不過2026年嘅政策對於離港限制其實已經放寬咗少少，但大原則仲係喺度。最緊要係資產同入息限額。2026年嘅長生津資產限額係會隨住通脹調整嘅。以單身人士嚟講，你嘅資產限額大約係39萬幾港幣。如果你係兩公婆一齊申請，限額就大約係59萬幾。入息方面，單身人士每個月入息唔可以超過1萬蚊左右，夫婦就係16000幾。大家記住，呢度講嘅入息係唔計仔女俾你嘅家用價。所以如果你係同仔女住，仔女每個月俾你3-5千蚊零用錢，呢啲係唔使計入息度嘅。但係大家要注意，資產就計得好細啦。包括你嘅銀行存款、股票、債券，甚至你保險單入面嘅現金價值，通通都要計。有一樣嘢係唔使計嘅，就係你自住嗰層樓。如果你同老伴住緊嗰層樓市值1000萬，只要係你唯一嘅自住物業，佢係唔會計入嗰30幾萬嘅資產限額入面嘅。所以好多住喺私樓嘅老友記，其實如果你銀行存款唔多，一樣係符合資格申請長生津。如果有人問我啱啱好2026年6月先夠65歲，咁我仲有冇雙糧？呢個情況就比較尷尬，因為如果撥款喺5月通過，而你6月先符合資格，咁你今年可能就趕唔切呢份雙糧啦。但係我依然建議你一夠歲數就去申請，因為長生津係按日計錢嘅，早一日申請，早一日收錢。講開申請手續，而家2026年已經好方便。你可以選擇去社會福利署社署嘅辦事處親身交表，亦可以郵寄，甚至喺網上下載表格填好寄返去。如果你係老友記，唔識上網，最好就係去就近嘅長者鄰舍中心，入面嘅社工或者活動幹事通常都好樂意幫你填表。記得帶齊你嘅身份證、銀行存摺影印本，同埋證明你資產嘅文件，例如銀行月結單。大家要注意一個陷阱，就係虛報資產。有啲老友記諗住我收埋啲錢喺床下低，或者借個戶口俾親戚收錢，社署查唔到。我喺度要嚴肅少少同大家講，2026年社署嘅電腦系統同銀行聯網係做得好足嘅。如果被查到你係蓄意隱瞞資產去呃津貼，唔單止要追還所有派咗嘅錢，仲可能會面臨刑事檢控，咁就真係因小失大。所以申請嘅時候一定要如實申報。其實點解我咁強調大家要留意2026年呢個雙糧呢？因為好多老友記根本唔知自己有權利領取。有啲人覺得攞政府錢好魚，或者覺得我仲有啲積蓄留俾啲後生。其實長生津係社會保障嘅一部分，係你後生嗰陣對社會作出貢獻之後，老咗應該享有嘅回報。2026年嘅生活成本咁高，加電費、加隧道費、加菜價，呢份額外嘅雙糧其實係俾大家一個緩衝。我哋再嚟深入探討下，如果你而家想由生果金轉去長生津，個操作係點樣嘅？因為生果金高齡津貼係1600幾蚊，而長生津係4100幾蚊，兩者相差成2500蚊一個月。如果你今年2026年發現自己銀行存款跌咗落去限額以下，
我建議你即刻轉申請長生津。雖然轉嘅過程需要資產審查，但一旦成功，你每個月攞多2000幾，一年就係多3萬蚊。加上今年有雙糧，你轉咗之後嗰份雙糧都會由1600幾變成4100幾，一來一回差好遠㗎。另外，有一群朋友容易被忽略，就係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嘅老友記。如果你已經返咗內地養老，但你依然係香港永久居民，你一樣可以領取生果金或者長生津。2026年，政府對於呢啲計劃嘅雙糧安排係同香港本地領取者一模一樣嘅，只要你符合資格，錢一樣會入落你個香港銀行戶口。所以喺內地住嘅老友記，記得留意住你香港戶口嘅變動啦。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實際嘅個案。我有個觀眾陳伯，佢2025年嗰陣仲做緊啲兼職，月入有萬幾蚊，所以一直冇申請長生津，只係攞緊生果金。到咗2026年年初，佢決定正式退休唔做啦，每個月只係靠仔女俾嘅幾千蚊家用同自己嘅積蓄過活。佢見到我嘅資訊之後，2月尾就去咗遞信申請轉長生津。如果佢嘅申請喺4月批出，咁6月發放雙糧嘅時候，佢就可以攞到4195蚊嘅雙糧，而唔係生果金嗰1600幾蚊。陳伯話呢3000蚊嘅差額夠佢買好幾個月嘅降血壓藥同心臟藥。所以話資訊真係好重要。好多人因為唔清唔楚，就白白損失咗自己應得嘅福利。大家記住，2026年呢個雙糧係一人一份。如果你屋企兩公婆都過咗65歲，兩個人都攞長生津，咁發放雙糧嗰個月，你屋企就會多咗成8300幾蚊入賬，加埋本來嗰份，嗰個月就有16000蚊，真係可以計劃下去個短途旅行，或者幫屋企換部舊咗好耐嘅洗衣機。咁如果你係啱啱移民回流，或者係啱啱攞到香港身份證嘅長者呢，你要留意居港1年呢個限制。如果你係2025年中先回流，到咗2026年5月仲未住夠1年，咁你可能就攞唔到呢份津貼，亦都自然無咗份雙糧。不過，如果你喺2026年6月住夠1年，你就要即刻去申請。雖然今年嘅雙糧可能錯過咗，但下年如果有，你就一定有份。大家仲要留意一點，就係2026年預算案入面，除咗呢啲津貼有雙糧之外，其實仲有其他配套嘅，例如醫療券嘅發放，同埋長者2蚊搭車優惠嘅持續。呢啲全部都係環環相扣嘅福利制度。我建議大家，如果你或者家人係領取緊呢啲津貼，最好喺手機或者日曆度標注定，大約5月至6月期間要去查下戶口，睇下筆錢到咗未。如果到咗7月都未見到有雙糧，就要主動聯絡所屬嘅社會保障辦事處查問一下。有時可能係因為戶口資料變動，或者係文件需要更新，導致發放延遲。關於資產審查，我再補充一啲大家經常問嘅細節。2026年有啲老友記會問，我有一份人壽保險，入面有紅利，呢啲計唔計資產？答案係計。所有具有現金價值嘅保險單喺申請長生津嘅時候都要申報其現金價值。不過如果你嗰份係純保險，無現金價值嘅就唔使計。另外，強積金 MPF 點計呢？如果你仲未滿65歲，仲未可以提取強積金，咁嗰筆錢就唔計資產。但一旦你夠65歲，可以隨時提款嘅時候，嗰筆強積金就會被視作資產嘅一部分。如果你嘅強積金加埋存款過咗限額，咁你就要考慮清楚申請嘅時間點。仲有一點，2026年對於共同戶口嘅處理亦都好清晰。如果你同仔女有個共同戶口，入面有50萬，社署通常會當你擁有一半，即係25萬。所以喺處理資產嘅時候，大家要睇清楚每個戶口嘅名義。講咗咁耐，大家最緊要記得個節奏。3月、4月係最後嘅黃金申請期。如果你而家去申請，社署處理個案大約需要1至2個月。只要你嘅申請喺雙糧發放日之前獲得批准，
而且生效日期係喺撥款通過日之前，你基本上就穩攞呢筆錢。如果你等到5月先至諗住去申請，咁就好大機會趕唔趕得切，到時就真係抌心都冇用。我想同大家講，政府呢啲措施係為咗減輕大家嘅生活負擔。2026年嘅通脹雖然唔算係瘋狂，但係民生嘢真係樣樣貴，多3、4千蚊喺手，對於基層老友記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唔好覺得呢啲係小數目，積少成多，善用政府資源係聰明老友記嘅表現。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仲未知道2026年有雙糧派，或者佢哋仲猶豫緊申唔申請長生津，請你一定要話俾佢哋聽，或者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好多老友記唔睇新聞，唔知政策轉變，佢哋可能就係因為差嗰少少資訊，就錯失咗改善生活嘅機會。最後，我想總結一下今日講嘅重點。第一，2026年長生津、綜援、生果金、傷殘津貼通通有雙糧，每人多發1個月基本津貼。第二，預計發放時間係2026年5月至6月。第三，而家申請絕對趕得切，但要快。第四，資產同入息限額要睇清，自住物業唔計，仔女家用唔計。第五，唔好隱瞞資產，誠實申報最安心。老友記，如果你喺申請過程入面遇到任何困難，或者對2026年嘅最新金額有疑問，你可以去任何一間屋邨入面嘅辦事處問下，甚至你可以去揾區議員辦事處，佢哋通常都有助理專門幫長者搞呢啲表格。唔好怕麻煩，亦都唔好驚問人，呢啲係你應得嘅福利，一定要攞到足。我哋喺2026年呢個時代，資訊流通得好快，大家一定要保持學習嘅心，留意住呢啲同自己利益相關嘅政策。希望今日呢番話可以幫到大家，等大家喺2026年都可以過得鬆動啲，開開心心咁享受晚年生活。如果你聽完仲有邊部分唔明白，例如具體某種資產點樣計，或者你個 case 比較特別，你可以試下問下身邊嘅後生仔，或者直接打去社署熱線。2026年係一個充滿機會嘅年份，政府派錢，大家一定要攞得其所。大家記住，錢係死嘅，人係生嘅。攞到呢筆雙糧之後，除咗儲起佢，更重要係用嚟改善自己嘅生活品質。買好啲嘅嘢食，換件舒服嘅衫，或者請朋友飲餐茶，保持心情愉快，身體健康，先至係最重要嘅資產。我會繼續為大家留意住政府嘅最新公告。如果有關於2026年雙糧發放嘅具體日期，或者申請限額有進一步嘅微調，我會第一時間再同大家報告。大家記住，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福利係留俾有留意資訊嘅人。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喺2026年都財源廣進，身體健康，不雙糧快啲落袋。如果你仲想了解更多關於2026年其他政府資助，例如長者電費補貼、牙科資助，或者係長者卡、樂悠卡嘅最新優惠，你可以話俾我聽，我可以繼續幫大家整理呢類資訊。因為我深知好多老友記唔係唔想攞，係唔知點樣攞，亦都唔知有得攞。我嘅目標就係想做大家嘅眼睛同耳仔，幫大家喺呢個複雜嘅社會福利制度入面揾到最適合自己嗰一條路。再次提醒大家，檢查下你嘅身份證，如果你喺2026年即將滿65歲，或者即將滿70歲，請你提前1個月就準備好所有證明文件。生果金高齡津貼係唔需要查資產嘅，所以只要你一夠70歲，當日就可以去遞表。而長生津長者生活津貼就涉及審查，所以文件要準備得更齊全。2026年嘅政策對於長者係相對友善嘅，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